过来是新北市长的选战，讲民进党的候选人林佳龙是真怨气，讲这个月开始要来借新北市室内的场地办活动，拢借袂到。那像咧暗示讲有人咧甲挑战，林佳龙是请市长侯友宜手洗牙关甲斗相共。侯友宜是来回应讲，新北市公有场地造就，拢照规定来办理，欢迎大家来申请。大肚山基金会上站。行政院苏贞昌应邀参加产业论坛边，又佫看到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，其实两个人种了一天才共台尔。很努力的在各方冲刺，提出非常合新北需要的政见，这是我很乐见。那他来指导，那让我们新北大翻新。苏贞昌全力助选，要帮助林佳龙有动力建设人士，嘛要办造势活动。不过林佳龙讲，要办活动，新北市室内场所足歹招的。我要拜托侯市长。能够帮忙，那君子之争，那选民他们是最大的赢家。今日一天，林佳龙佫讲希望侯友宜手洗牙关，敢若暗示有人咧刁难。另外一边，我们市长一起合影。有行政资源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又愿专心市政行程，参加新北市美食名店颁奖典礼，强调讲一切依法办理。新北市的公有场馆跟场地都有相关的租借办法，花莲任何单位都可以来申请。侯友宜讲无刁难对手，行政嘛保持中立，要借场所都爱看本事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